大家平安，大家拜多少感谢们们，那马盖蒂娜那苏利巴，萨卡多少感谢们们，奥瑞达苏布因阿开诺怎么是伊玛在段耶利米亚阿苏拉丹，伊玛在段十八加布鲁卡多利玛盖安，伊玛在段伊塔卡兰巴多利玛卡兰，耶利米书45章1节到5节，上主给巴录的许诺。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做犹大王的第4年，巴录笔录了我口授给他的话。后来我告诉他，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这样说：巴录啊，你自己说我完了，上主加深我的悲伤痛苦，我因呻吟而憔悴，不得安宁。但是我上主要拆毁我所建立的，拔除我所栽种的，我要这样对付大地。你想为自己成就大事吗？别做梦！我要降灾难给全人类，但你无论到哪里去，至少有逃命的机会。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哀求开诺什么Satu出阿西南阿布罗开马在段基罗格兰，我完了，上主加深我的悲伤痛苦，我因呻吟而憔悴，不得安宁。耶利米书45章3节。读出格德们的们阿西尼布巴德湾文字工作者的困境与使命。阿西基尼阿蒙代a Sislapai Noa a Karakudakuda a Vincivici a Marca a Saskaulan 文字工作者的困境与使命。作为文字工作者，将所见所闻仔细思索后写下，可在不同时代留下历史的印记。透过文字的视窗，使人窥见各种处境的喜怒哀乐，沉沦或兴盛，顺服或悖逆，忠于事实或为图利扭曲捏造。这一切都是文字工作者要面对的挑战。巴录作为先知耶利米的秘书，忠实记录先知从上帝领受的信息，以第三者的视角留下许多宝贵的信息，带我们回溯那个国家面临败亡、信仰混乱的时代记忆。巴录的名字首度出现在耶利米书32章。当耶利米被西底家王囚禁时，上帝吩咐耶利米向他的堂兄弟购买土地。耶利米照做后，请巴录把2份契约收藏在瓮子，好见证上帝承诺人民归回重建家园的应许。不过读者必须留意，耶利米书的编辑并非照时间序排列，而是由主题穿插而跳跃。根据书中的脉络，巴录与耶利米的关系大概在耶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开始。巴录从那时候就以笔记录耶利米所传讲来自上帝的信息。当耶利米被禁止在圣殿宣讲的信息，就吩咐巴录把上帝的信息记下来，并在下次禁食的日子到圣殿向群众宣读，让他们都听见上帝的警告。巴录照耶利米的话，隔年在圣殿前宣读，却惹耶雅敬王发怒，以刀割毁书卷，并丢入火炉烧毁。巴录和耶利米差一点遭牢狱之灾，所幸得蒙上帝保守。后来上帝要耶利米将王烧毁的那书卷上的话重写。巴录再次如实记录了先知口述的话。作为先知的书记官并非单纯的文字工作者，很可能和先知一样会遭遇威胁。彼此的关系就像脐带相连的共同体。当巴录忠实的记录
耶利米所领受的信息，他本身也面对了这些信息带来的胁迫感。特别是耶利米所领受的是关于审判信息，更令人感到焦虑惊恐。难怪当巴录亲笔写下耶利米口述的信息后，曾发出这样哀怨的心声：我完了，上主加深我的悲伤痛苦，我因呻吟而憔悴，不得安宁。45章3节。作为文字工作者，不是只要将文字产出就好。当他用心去感受生命所面对的各种处境，去感同身受他所记录的文字背后的故事，仿佛也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淬炼。就如以赛亚书48章10节说：我思念你，但不像在炉中炼银子，我是用痛苦的火锻炼你。喜南亚都错嘎加曼加曼文字工作者的困境与使命。Satu处阿西尼巴基那么那么单真，在网络社群媒体多元发展、假消息满天飞的时代中，我要怎样使用文字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呢？喜南亚都错嘎加曼加曼欧罗加伊嘎瑞纳基那么那。亲爱的上主，你在每一个时代透过文字工作者来书写记录你的作为，并留下人们远离你的犯罪足迹，好让人能得到戒禁和警戒。求你在这世代兴起忠心的文字工作者，勇敢地书写你公义的呼声，能在混乱扭曲的时代中使人见证你真实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 tu choa ka jaman nama kajina misila selang sumupu akila roy tuamana sini pajaja ka tu choa ka jaman sakala chasika inuli marka kisah susu kira lalengan tua vinci tua apakah chinimasan tua apakah hakashi tua apakah kiliba kanwata kama cemas aurina makana suliva livat aurina makana pinapupicur aurina makana pinapuca wenwa cemas sakana tamakaya na capupicur na ini kana semaneka tua kama cemas la namakana vinci sakana makana makalang imaze kacawan tua mana kilivak tua mana kilivak kanwata kama cemas tua imaze kacawan tua temarsidilan ayakana dimiki kita pasamara oleh kinana kisamula inuri kisamula akituru tua kainwata kama cemas numata jua manarui takamelangtin tua warung tua kinenuman nuata kama cemas lekatina parut lekatina asmaneka tua kama cemas nuna mata jua manarui tamiraja aichua vinci ki mazai tua kakilivakan chinimasan asini papupicur asini lakaban nuata kama semasi mazeka cawan sakamali lata sinupu angotan na remaluai akisa susu tua mana sini pajajaka tu coka jaman sakamali parme kenu ijo ini kana malunga aku sinupuan aku sini pasemaraban damunana pajekatanga sanupasuni nagamado sakamali latinana suliva tu suaca kini adawan taja pingan